在我的鼓手要赶飞机了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，你要收东西的，我来安可了哦。因为他很红，他在台北很红，做科技产业的。你来得及赶你的火车吗？应该来得及。我不知道哎。这边到火车站大概多久啊？来不及了，我骗你们的，帮你5分钟嘛。台北首可能要15分钟，加迷路。赶快啦，赶快走啦！不要啊，来不及了。真的吗？我这样讲话5分钟就够了。好，会来不及耶，10点5分呢。你再讲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好紧张。